接下来要同大家紹介嘅人係一個客家新橋，上座客人來到台灣過酷哦。過年過節的時節，婦人家會用剪刀喺縫子上剪出對天體嘅尊敬，將新冠度嘅期待用紙才能縫送到天堂去。客家剪紙地度清點看到嘅係5幅圖，過年過節做鬧熱還個好壞事嘅時節會用到，添燈嘅時節剪新燈花圖，年節嘅時節也會剪到嘅春花同松花，疊把睇出門口。唔過談論時代改變，5幅圖都用機器印呢，客家剪紙如日漸日沒落嘅。唔係客人嘅修肉員，因為具有觀察力，一路同老師傅學到嘅客家剪紙嘅術語，也成為六隊地區唯一推廣客家剪紙嘅工藝師。特色，我这个剪纸的菜里是客家的剪纸，以后它有一定会折了以后中心点，然后放射出去的，它的特点就是放射出去的，俺不也教識貨店初初也到中老年人來見提上剪紙課，喺線上嘅指導下，學員哪能剪到輕格嘅剪出體類春花。这个日太小了，嘿，对，像这一朵就剪好了，对不对？剪好以后，我们就尖的要往外把它折起来，好，不要紧，第一张而已，你慢慢剪，你就会拿。第擺剪紙，學員還拿唔出春花嘅大細比例，剪紙線上用肉卷唔咁麻煩，一個一個分撇指頭。这个是跟这个平行的，第一刀一定是平行的，好，然後越來越大。基本的春花嘅線呢剪出了過後，地動還做得加啲嘅其他東西，變出細花樣，本春花看起來很熱鬧。哦，這樣哦，那麼可愛哦！哎，果真魚就出來了哎！哎，這要看一下。用肉卷係以下六隊地區唯一推廣客家剪紙嘅工藝師，雖然課程冇針對客家族群來開課，不過上課嘅學員地位還係有客家鄉親。客家人呢嘅文化我學到來，以前冇學到清大數，佢教嘅我哋看冇見過嘅，嘿，18歲看到可能很有興趣哦，因為挺好看哦，伊哋剪嘅老師可能，我哋大家學到安認真。本來是冇上來啦，細漢人就學嘅剪紙，咁可能面頭唔錯個迄個，又技藝難得咯，我哋學到學上嗬。學個人哋剪的嘛，應該過7秒鐘做啊。你有一個日嘛，有一個圓的嘛，一個尖的那種。頭擺客家先面到台灣，亦係各位近線。過年過節，客家婦人家就會用剪刀喺縫子上剪出對天體嘅憧憬，同心肝頭度嘅期望，用紙騰暖風傳到天堂。客家剪紙地位最接看到嘅就係5幅圖。過年還有廟會假期嘅時節就會用到，有福祿壽喜八卦竹繩。然後八卦的四周圍大概就是福、祿、壽，就會剪在裡頭。好，那像這個就是這個就是繩子八公，哎，他們說的這個就是八公。然後這個就是蝙蝠，哈，然後這個就是鹿角，啊，然後這八卦，啊，那這個五幅圖裡頭有一個重點，就是中間這個要有這個香爐，好，香爐就是插香，像他們那個時候也沒有香爐啊，沒有蠟燭啊，都是用剪紙來代表。5幅圖基本的圖樣也會談論鄉親當然心肝頭度祈求的願望有冇同樣的變化，親身法。你說不定我娶媳婦了，我要剪那個天丁的，裡頭就會有比較多小朋友的那種感覺。啊，如果說我女孩子我還沒嫁，我很擔心啊，我就會剪一些有花的，就分量會大一點，這樣子。啊，就說家裡有老人家，就讓他身體好一點，你的瘦的部分就會多一點。都是看家裡今年的情況怎麼樣，然後我要祈求的是什麼。客家剪紙用圖來傳達祈求，像係新橋用新年的錢，家用就會剪新燈花為圖紙，來保佑新橋同新年的都平安。
春节祈福节庆就有无相用应景的图案，不过客家剪纸的图总可就会对地洞向外风沙为形呢。客家剪纸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很敬天敬地，它是一两仪，它从宇宙的圆心开始放射出去的，它是两仪，然后生四象，然后变成八卦，做这样的布局的，它不是随便拿来就是平面的雕刻，不是这样子的。不过客家剪纸差唔多冇流传下来，因为发通结束过后就会烧黑。韩国因为时代嘅进步，幅图变做艺术品，客家剪纸天天嚟没落，已经唔係家家户户嘅人就會剪呢。教育員喺100嘅機會下，對老師傅持有法嘅書項，可唔可以強強就會模特嘅客家剪紙嘅功夫？1年半左右就已經會剪了，那後來我是想說，因為他的那個作品是零散的，是沒有一個統整的。那我就看他的資料，然後又去那個。教育員一下尾就剪好一張，什麼角度客家剪紙也學就會，是由10個人團持有法學剪紙，不過客家字體無人學會，請客家新橋教育員學到一項功夫。圖很多啦，你要去記啦，然後它是什麼意思，你要做筆記。蝙蝠最不好剪，蝙蝠還有八卦最不好剪。八卦一不小心就斷了。教育員剪紙剪出興趣，親透剪紙工藝，因為伊係唯一的傳人，我不將擔起傳承的義務，也團客家傳統剪紙，各兩做發拍的通過圖像，而向新人的注意不一定上愛好。像這些小東西也是一樣，如果說你讓他去剪喜啊春啊，剪一些圖騰。沒有那個耐心也跟不上時代啦，說實在的，所以我就做一些比較活潑的，吸引他們。第一個，讓他們去認識客家剪紙，這個是重點。那以後要怎麼發展，就再說。雖然教育員見講剪紙很百安用嘅發展雖然超好，不過以前講透度還係千唔盼的，按鬧按有客家文化內涵嘅剪紙工藝就係嚟冇係咧。這個東西不要讓它掉了啦，我還是凡人啦哈，我不是神仙呢，不會說放下就放下，我還是有一點捨不得，然後有一點放不下。雖然嘴巴一直講隨緣隨緣，事實上我還是很珍惜，很想要把它留下來。這邊剪過去，上去。一支剪刀，一種縫子，無共用嘅花樣，有內向前對祖先嘅懷念，通過對天地嘅崇敬虔誠。教育員剪出客家嘅祈求，也剪出客家剪紙工藝嘅傳承。